今天我就要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我李清流不准你龙傲一离开我。从金县到女儿土，一直以来，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成就对方。或许我们可以一直这样，比肩携手，成就彼此的梦想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女人？那你喜欢谁，或者喜欢过谁？你也想知道？其实，我喜欢。进京一切已安排就绪，皇上在等我们，请皇子随臣早日启程赴京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办完事情我会走。皇命不可违，若您迟迟不动身，不仅给歹人更多的机会，就连丝绸庄的人，可能也会因此受牵连而丢了脑袋。你在威胁我？臣不敢，只是眼下银城各方势力涌动，若不早日上京，即便有皇子的身份在，丝绸庄也只有凋落的份儿。皇子为何不抓住这个机会去努力争取一下呢？只有自己有能力了，才能保护想要珍惜的人。主子，我也同意吕大人这番话。好吧，不过还请吕大人再帮我一个忙。姑娘，这吃了吧。你看，现在天水、洛阳和广陵都有我们的仓库。你算算，明儿把剩下的仓库都盘下。这个不行，这是姑娘的嫁妆。钱可以再赚，可是机会不能错过，就这么定了。帮主，进。吕将军。帮主，小琴，我是来辞别的。这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我本想，龙竹帮在金吾卫统领眼里，不过是临时一用的筹码。但二爷与我同甘共苦的往事历历在目。这么多年，要是没有二爷帮衬，我龙竹帮也不会有今天的规模。二爷此去长安，日后再难相见，受我一拜。帮主，帮主大量，一日为帮主，终身为帮主。若是今后有什么地方用得着吕某的，请持此物，到长安朱雀大街第7间店铺找我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动身？最慢2日。这是殿下给你的，到此。明日午时，丝绸庄一聚，不见不散。